现代台语版圣经启示录第6章。又搁开7个封印的一个下时，我搁看，我有听见4个画面的一个，伊的声亲像雷的声，讲来。我看的时，有看到一只白马，骑马的人举弓，伊领受法官出发，为着要必战必胜。又搁开第2个封印的时，我有听见第2个画面讲来。迄时有8只马出来，是赤色的，骑马的人有领受权柄，通对地上抢夺和平，互人互相残杀。伊有搁领受一支大支剑。又搁开第3个封印的时，我有听见第3个画面讲来。我看的时，有看到一只乌马，骑马的人手提枪仔。我听见敢若有声对4个画面中间发出讲：一日的工钱就通买1公升小麦，一日的工钱就通买3公升大麦。敢若油甲酒毋通拍算。又搁开第4个封印的时，我有听见第4个画面讲来。我看的时，有看到一只黑肤色的马，骑马的人名叫做死亡，阴府缀伫后面。伊有领受权柄，通管辖地上1/4的土地，用刀剑、饥荒、瘟疫甲地上的野兽去杀害人。又搁开第5个封印的时，我看见祭坛下有为着上帝的话，甲为着做见证受杀害的人的灵魂，因大声吼叫讲：神搁真的主宰啊！着搁偌久，你才要审判地上的人，通为着阮所流的血伸冤。大人就领受一领白衫，搁有声甲因讲：着搁听候一时仔久，到边边做仆人的人，以及因的兄弟姊妹，就是得要甲因相款受杀害的人的数目满的时。后来，我看见又搁开第6个封印的时，忽然地大震动，日头变做亲像乌麻布遐尼乌，月规个变做亲像血遐尼红。天顶的星坠落地，亲像无花果树，互大风扫震动，还未熟的果子拢落了。天消失，亲像一光册卷起来，山甲海岛拢闪离开原位。地上的君王、统治者、将领、有钱的、有势，一切做奴隶甲自由的，拢去密伫洞内甲山岩中间的芳。因用山岭甲山岩话讲，倒落来甲阮嵌地，互阮通闪避，坐伫宝座迄位的面，甲羊羔的受气。因为因受刑罚的大日子到啦，什么人徛袂牢？